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是8月19，诗篇81篇第6节安尼讲：上帝讲，我将因镜头顶的重担刷开，互因放落手所赶重会拿。三甲来祈祷，将阮重担刷开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担当阮的忧闷、陪阮的苦痛的上帝。你是为阮的过失受伤，为阮的罪过受害的主爱天父。因为你为阮担当刑罚，互阮通得到平安。因为你所受的鞭打，互阮通得到医好。因为你是疼阮的永活上帝。主啊，阮的心常常忧闷，因为阮的胆激动，阮的手赶无法，阁毋愿放离。因为阮无将这个放下交托予你，直到最后阮担袂起。主啊，感谢你应允将阮担头的重担来刷开，互阮放落手所赶重会拿，通将一切交托伫你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感谢主，伊应允咱，要将咱担头顶的重担来刷开，也求主帮助咱，互咱欢喜将咱所赶重会拿来交托伫伊，互咱会通有一个平安欢喜的人生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